有一名伫咧花市上班的这个中国配偶前日洪白讲呢，伊伫咧面册顶头经营这解放军社团煽动武统，佮检举公司内面的董事主管有怠惰行为。然后刘宇辉今仔日就证实讲，已经甲伊废止伊的台湾身份，也佮伊的户籍啊。然后讲到前几天啊呢，这中国重庆市的公安局讲要查民进党立委辛北阳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然后辛北阳是认为讲，这款的危险情形不只是伊一人，也包含着一般的台湾人。外交部是认为讲，这中国可能会利用这引渡条约，甲外国施压，将可能会甲台湾人引渡去到中国接受审判。大家不要忘记哦，他们甚至连检察官跟法官都可以进入到他们的一个惩戒的范围，所以这个危险呢，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已。讲家己恐惊未是唯一，民进党立委辛北阳去中国重庆公安局发布通报立案调查，指控伊涉嫌分裂国家。根据外交部的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已经甲罗西亚等超过60个国家签订刑事司法合作条约，甲60外国完成引渡条约的签署，恐惊会变中国甲别国施加压力，要求引渡台湾人也是外国公民的工具。换言之，就是说，像王委员或者是说沈博阳委员，是他们也只能到友好国家去。这种威胁呀，是引起全世界大家都是认为是一个威权扩张。要如何因应？要如何应？如果我们不断的在宣导，然后也跟友好国家，其实在不断的针对这个东西交流。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在解通电告驻外管处，加强防范甲因应中国跨境镇压，也是长手管辖的可能性，会看情形调整旅游警示。中国持续透过发布处罚名单、制裁措施，佮扩大对象，为台湾政要渐渐延伸到军方，受制裁人员的家属，也佮有企业等提供赏金。一个伫花市城头路的中配前日，互人伫面册也讲经营解放军社团，鼓励武统，佮伫公司举报董事甲主管支持带头等。刘伟辉3周头一解证实，已经废止伊的台湾身份甲户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在我们国家的境内恐吓中华民国的公民，思想检查。他还在电梯里面张贴中国法律。我们在8月25号已经请移民署废止了这个前女友她的这个台湾身份跟户籍然后回到居留的状态。我们也在8月28号的时候已经办妥了他的这个废止登记他的户籍的这个部分。你来这个国家不是为了爱这个国家，是为了消灭这个国家。我们就可以剥夺你的国籍，前例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是。那伫国内，刘伟辉嘛提醒个人去对话，除了爱注意风险，嘛会记得使用动态登录系统，因为敢若为去年元旦到今年10月底，已经有接到拢总233人失联，互人留落来检查，也是好亲像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还佫未少无公开的人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